各位街坊，今集我哋就嚟傾下元朗呢片土地嘅故事。呢度冇靚港口，只係有一大片平原。從宋朝開始就吸引咗一批又一批人嚟開墾，一路演變到而家成為香港第三大行政區，人口超過56萬。聽落好似好老土，但係其實每一件事、每一個地方都有好多故仔值得講。第一回，宋朝開始嘅大逐江湖，鄧氏同文氏嘅開荒故事。講到元朗最早嘅原住民大佬，一定就係新界五大家族之一嘅鄧氏。話說喺北宋熙寧二年1069年，有個叫鄧符嘅進士喺去廣東陽春縣做縣令途中，經過元朗桂閣山，而家叫雞公嶺，一眼就睇中呢度嘅風水，心諗呢度好，可以開枝散葉。於是就決定喺岑田明朝之後改名叫錦田定居。鄧氏一族好犀利，定居之後慢慢擴張，先起咗5圍：南圍、北圍、吉慶圍、泰康圍、永隆圍。之後又喺周圍建咗水頭村、水尾村等成條村，仲有個分支遷去元朗舊墟旁邊，起咗個英龍圍，簡直係圍村帝國。後嚟鄧氏仲分咗房，廣東7世祖嘅長子鄧元貞去咗平山開基，成為平山鄧氏1世祖。次子鄧元亮留喺錦田，仲有一段皇親國戚嘅故事。佢個仔鄧維笈娶咗宋高宗個女趙氏，後嚟趙氏被宋光宗認翻，封咗皇姑，鄧維笈都被追贈做歲院郡馬，真係鄉村出貴族。除咗鄧氏，元朗另一個望族就係文氏，佢哋嘅祖先唔簡單，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嘅堂弟文天瑞。元代嘅時候，文氏5世祖文孟嘗先遷去屯門老虎坑，到咗明永樂年間，7世祖文世哥再搬去元朗新田，慢慢發展出3圍6村。而家新田番田村、永平村仲保留住好多文氏嘅祠堂、大宅，行過都 feel 到陣古意。第二回，1899年嘅抗英風雲，鄉民執起刀槍保家園。到咗1899年，清朝同英國簽咗展拓香港界址專條，新界要歸英國管。到咗第2年，英軍準備接管，元朗鄉民唔甘心土地被搶走，決定執夜反抗。當時各村鄉民喺平山達德公所開會，仲貼咗抗英揭帖，號召大家練兵，仲成立咗太平公局做指揮。衝突由1899年4月14日開始，英軍喺大埔元江搭草棚，準備接收新界，鄉民直接上山燒咗個棚。第2日，港督卜力派軍登陸，輔政司駱克仲急住喺4月16日搞升旗儀式，宣布接管新界。之後雙方一路打，從林村打到八鄉，其中4月18日上村一役最慘烈，鄉民冇精良武器，靠住刀槍同英軍嘅槍炮對抗，好多人犧牲咗。最後因為實力相差太大，4月19號鄉民只能夠投降。呢場抗爭仲有個鐵門故事，英軍攻到錦田吉慶圍、泰康圍時，炸爛圍門，仲將連環鐵門拆走，運去英國做戰利品。直到1924年，錦田鄉紳鄧伯求、鄧偉堂等人去求情，英國為咗緩和省港大罷工嘅不滿，先肯將鐵門送返香港。不過只揾返吉慶圍同泰康圍各一扇門。後來村民將2扇門裝喺吉慶圍，就成咗而家嘅鴛鴦鐵門，見證住當年嘅血與淚。後來歷史學家估計，至少有450名嘅鄉民喺抗英中死咗。而家八鄉古廟旁邊有座烈士祠，每年到咗秋分，村代表都會去拜祭，父老仲會講返當年嘅事，等呢段歷史唔會被忘記。第3回，舊墟同新墟嘅較量，從3日一墟到商業重鎮。講完大件事，嚟傾下元朗人嘅生活日常。墟市，元朗古名叫元朗，
明代就有大橋墩墟，村民趁墟賣農產品。後來清朝順治年間搞遷海令，沿海居民要搬入內地，墟市就荒廢咗。直到康熙年間復界，錦田鄉紳鄧文蔚先發起喺西邊圍同南邊圍之間起新墟，逢農曆3、6、9就開墟，慢慢變成區內最大嘅農產品集散地。呢個就係元朗舊墟。到咗1914年，青山公路元朗至青山段通車，舊墟實在係細咗啲，根本唔夠用。當時有一班鄉紳伍醒慈、戴巨臣、鄧英生等人唔想俾錦田鄧氏壟斷墟市生意，就喺1915年成立合益公司，用股份制集資，每股2蚊，籌咗1萬股，喺舊墟對岸起咗個新墟。1917年新墟建成，有合益街、合發街等等，有五合街之稱。啲樓有2至3層樓高，店鋪林立，仲有塊空地叫雞地，俾小販擺檔。因為近青山公路，村民都中意去新墟親墟，舊墟就慢慢衰落。而新墟唔止做生意，仲搞埋公益。1919年鄉紳籌建博愛醫院，俾村民睇醫生、施棺。1937年仲有10幾間商號組成元朗商會，幫商人謀福利。元朗就咁慢慢變成商業重鎮。第4回新市鎮嘅蛻變，從鄉村市集到現代城區。時間跳到1949年之後，好多人從內地嚟到香港，元朗新墟更加旺上加旺，從鄉村市集變成市鎮嘅雛形。到咗60年代，政府要擴闊大馬路，收咗新墟啲地，店鋪要搬晒去合益市場，搞到新墟生意跌咗，連買谷米嘅谷亭都被拆咗。好在合益公司有新一代接手，轉做地產同埋租賃，先可以起死回生。70年代，政府將元朗納入新市鎮發展計劃，新墟變成元朗市中心嘅一部分。從前嘅墟市景象冇晒，而家只能夠靠谷亭街、水車館街等街名，估下舊日墟市嘅範圍。到咗80年代，天水圍新市鎮又開始發展，大型屋邨一棟棟咁起，仲有東頭工業區、元朗工業村，俾居民提供工作機會。不過元朗冇因為發展而冇咗自然本色，米埔自然保護區、南生圍仲有大片魚塘濕地，好多雀鳥同生物喺度棲息。2006年，天水圍仲開咗濕地公園，又可以睇生態，又可以休閒，成為元朗嘅靚靚打卡點。交通方面都越嚟越方便。1988年輕鐵通車，1993年新界環迴公路全線開，1998年3號幹線同大欖隧道啟用，2003年西鐵線開通，往來元朗同其他地區快咗好多。2007年深港西部通道通車，去內地又多咗個選擇，仲吸引唔少內地朋友嚟元朗玩同埋買嘢。元朗嘅舊與新，歷史從未遠去。只要你喺元朗度行街，見到嘅係高樓大廈，車來車往。但係只要你細心咁睇下屏山嘅聚星樓，香港唯一古塔，超過600年歷史；吉慶圍嘅鴛鴦鐵門，新田嘅文士祠堂，仲有南生圍嘅濕地，都喺默默講緊呢度嘅故事。元朗嘅歷史唔係冷冰冰嘅文字，而係一代又一代鄉民嘅生活、堅持同埋改變。下次你去元朗買老婆餅時候，不妨諗下呢片土地曾經有過大族開基、鄉民抗爭、墟市興旺，先有今日嘅面貌。呢啲就係元朗最寶貴嘅記憶。